喺好耐以前，有個叫阿強嘅男人，成條村嘅人都叫佢做屎仆街。點解？因為佢個人又自私又衰㗎，仲成日諗住搵人品。有一晚，阿強聽聞森林深處有一粒轉印神珠，邊個攞到就可以變富饒。佢摸黑入到神殿，見到粒珠閃閃靈，即刻流晒口水，想伸手去攞。點知神珠有靈性，最憎呢嘅衰人就係阿強腳下變咗塊因果膠皮。阿強一踩，砰一聲，成個人面牆地，大嗌一聲屎啦就仆咗喺度。呢一仆非同小可，神珠嘅光瞬間照亮咗佢嘅靈魂，令佢睇翻自己以前幾咁劇人憎。阿強醒翻之後，發現自己變咗做一隻美細嘅精靈。每日嘅任務就係喺森林幫路人直走碎石，防止其他人好似佢咁仆街。從此佢成為咗守護平安嘅唔好仆街小精靈。